咁啊，旋風式地去完呢個加拿大就舉辦咗最後一場巡迴嘅，即係最後一站啦。耶穌人都癲啦，咁就完咗啦。完咗之後咧，翻香港就第二日就即刻去印尼，咁啊開一個參加一個大會。呢個大會咧就係屬於我哋叫即係我哋話，如果基督教有靈恩派、方派嘅，屬於靈恩派一個大會嚟嘅，咁啊叫做 Empowered Asia，即係 21啊，即係承繼100年前嘅嗰個即係靈恩嘅大復興開始，就希望有一班青年人能夠再次被聖靈充滿啊，然之後可以喺全世界宣教嘅一個咁嘅大會。咁啊嗱，呢兩即係好接近啊兩個會議，一個就方派嘅叫全球華方會議啊，就喺巴厘島開。咁啊不足1個月之後咧，就呢個靈恩嘅大會就係喺呢個嘅耶加達開。咁好震驚啊！呢間教會咧係距離機場2個鐘頭。第一個印象咧就係印尼同泰國一樣，都係超塞車。塞到真係我你所講嘅2個鐘頭嘅意思係咩咧？即係嘅意思唔塞車計，唔塞車計。咁咧，我走嗰日咧就差啲坐唔到班飛機。咁個司機話：酒店冇話俾你知咩？你應該提早5個鐘頭開車。哇！提早5個鐘頭，即係你諗住2個鐘頭車，淨係邊5個鐘啦，差唔多啦咁樣。咁啊，但係去到呢間教會好誇張啊！佢係成個印尼有22萬信徒。哇！簡直難以想像。印尼嘅教會咧1萬人咧就叫細教會。哇！咁我哋即係香港即係望塵莫及啊！我哋香港最大教會嘅1萬人啫嘛，係嘛？咁我話咁跟住仲有個印尼華僑係極度有錢嘅，有錢到不得了。咁所以成間教堂自己起成個紅館咁大個 hall。有成20層樓 ，OK， 由對面起埋酒店，哇！你即係成個社區咁啦，成個社區咁啊！即係你見到係超級誇張嘅情況，咁咪但係咧，我反而見到就有一個現象啦，方派咧就老化啦，因為大家知道華福會老化啦，30幾歲、80幾歲嘅人喺度啦。靈恩派咧，而家講緊嘅係下一代承接啦。你見到靈恩派嘅呢啲咁嘅大會咧，嗰啲嘅主要講員啊，即係今次係嚟自世界各地最出名嗰啲嘅，即係阿根廷嘅 S. Russo 啊、先知啊、先知積及啊、仙姐啊都嚟埋。咁但係咧，佢哋係坐商務客位嘅，或者甚至係頭等客位去開會嘅。咁你知道華福會嗰班 main speaker 就坐經濟客位。你見到嗰個天淵之別已經好大啦，咁去到個氣氛咧，哇興奮啊！哇，即係你唔好理佢講咩道啊，即係嗰啲道其實基本上我有20年前都聽嗰啲嘅，即係來唔來去唔去使徒行傳一章8節嗰啲，即係得個聖靈能力。但係哇，大家好興奮啊，拍掌啊，唔使叫拍掌啊，主動拍掌啊，自己嗰啲氣氛好勁啊！又完咗之後，大家哇慶牛合嘅咁啊出去啦咁啊！但係你睇方派啲會議咧，就係坐喺度瞌眼瞓，由頭瞓到落尾，由尾瞓到落頭咁樣。咁我哋見到，喂你見到方的大能咧，究竟喺邊度見到咧？就靈恩派啲會議咧，方派啲會議冇咯。嗱，再加上一班嘅叫做不學無術嘅人咧，係唔做嘢，翹埋雙手鬧人嗰批人咧，就方派再俾啲人踩多2腳咧，就仲死多幾錢用。即係個老人家跌落地嘅，即係等於大陸嗰個僆仔喺跌落地啦，你仲唔會扶佢，不特止仲踩2腳，而家嗰人咁咪死得咯個情況。咁所以我見到咧。難怪乎全球而家增長最快。嗱，方派大家再唔認真睇件事，全球增長最快數字嚟計係靈恩派嘅，呢個係現實嚟嘅個情況。我哋唔係話要鼓吹靈恩，而係事實上而家你唔睇個現實咧，我哋就慢慢方派就淹沒㗎啦個情況。咁又但係問題有咩辦法咧？即係福音派嗰種嘅，似乎可能。即係有好多嘅，譬如靈恩派嗰個，除咗係即係比較激情啲咁樣，福音派你睇到好似你話坐定定啲咁樣，呢個係咪一個其中一個其實即係外表上嘅差別？其實反映出內心都係。第二就係靈恩派嘅弟兄姊妹對神嗰種渴求好緊要啦，即係佢哋希望渴求經歷上帝啊。我嘅方派希望渴求聽堂道啊，咁你呢兩樣好唔同，好唔同啊，係咪？咁靈恩派嘅弟兄姊妹好肯奉獻，真係好唔。並不吝嗇嘅，譬如今次佢哋可以奉獻係支持某個國家嘅信徒去500個位，免費俾佢哋去包食包住。OK， 即係你睇方派啲咁嘅會議，
50個都冇人肯捐啊！即係個情況嗱，好有錢嗱，同樣一樣印尼嘅華僑、福音派嘅華僑同埋靈恩派嘅華僑，人哋靈恩派肯捐錢喎，肯捐錢。我話第三就靈恩派嘅弟兄姊妹好熱切傳福音，好肯去傳福音。咁你見到好大嘅分別，點解咧？因為教會開心啊嘛。即係我話死啦！原來我哋信緊兩個上帝嘅，一個上帝咧係好有 power 噶，你好開心啊，有盼望啊，又你好被motivate，即係另一個係點啊？另一個係唔開心啊，好悶啊，冇錢啊，冇能力啊，捱苦啊，咁即係嗱，你就好明顯見到喂，如果你俾我揀，你去邊度啊？咁樣即係嗱，好清楚地，如果我覺得仲係喺方派裏邊好無知地去反靈恩，即係話反對靈恩咁嘅嗱，咁係好無知嘅。所以咧，如果咁講，歸根究底咧，你講真，平信徒又冇乜嘢可以做嘅，即係可能都係班基督教領袖啦。係咪都真係要走埋一齊？去即係做一個嘅叫做警醒反省嘅一個會議。冇咁早冇得開門，我開咗個會咧。我之前之後一個月前後腳咗開個會啦，開完會之後咪又咁樣就係得咁。但係睇下個會嘅議題係咩嘛？另一派開完會真係冇文字啊，冇即係嗰個 written 寫落嚟嘅嘢唔重要咁。人哋你前面嗰會就要哇寫一大報告啊，印嘢俾你啊咁。喂，有啲似共產黨啫。係咯，喂冇意思嘅，大家知道呢啲嘢冇意思嘅，你流傳叫 paperwork。係啦，流傳萬世，政府識做啦，係咪先？即係，但個問題唔喺呢度，問題係嗰啲生命開完嗰會議之後係得着火熱啦，定抑或翻到嚟之後，老啦，大家等死啦，咁即係嗰種嘅氣氛咧。咁我覺得今日福音派應該要反省一次。希望福音派真係能夠急起直追。